来看立法院的消息，立法院南北党团5月份才以人数优先的通过，将立法院的会期延到7月底7月31。今仔日，民众党团又搁提案要延会，延到8月底8月31。国民党团嘛随表态要支持这个提案。民进党立委吴思瑶认为讲，在野党呢真正有其他的企图心，因为会期中无经过立法院许可者，袂当掠也是拘禁立委。民众党根本是为了要替这违法的国民党立委呢，这个举这个保护线，并且透过延会通过普发现金，要收买民众投反对罢免的票。不过，总是想讲这个。民进党立委唔知你想啥，应该好好看讲到底有偌济案件要未处理煞。不要事情没有做完以前就想着要放假。一个宣布提案延会，民进党团遂大声抗议，因为立法院5月才表决通过国民党提案，将会期延长到7月30日。想要到今仔日，民众党个提案准备搁要延会到8月30日。我们主张应该普发6000元给我们所有的人民。到目前为止，这个案子什么时候会被处理？不知道。发声要将重大法案赶伫咧后一个会期开期前全部审完。依照宪法的规定，立法院会期原本是伫咧当年2月到5月含9月到12月，那延会到8月30日，等于为2月运转到12月。对这件代志，国民党嘛表达支持。是不是要一起来修宪，来废除监察院，还有大法官的人事，还有地方的补助款，各方面都要讨论。所以，请大家支持延会，不要当薪水小偷。他所说的这些重大法案，其实都不需要透过研会。我们现在7月底的第一次研会，时间就足以来充分讨论。民进党嘛批评南北支持研会，本来伫咧想啥，家己知知。你们不敢说，但全天下都知道的，研会的目的就是2个：要把司法保护伞撑好撑满。要透过研会，让国民党能够通过越多越好、讨好式的、民粹式的法案。我觉得民进党的立委脑袋里面不晓得在想什么事情呢？我们现在该处理的法案还有多少没有处理完？加上民进党批评研会是非类公款，那被搁一排人手，研会决期是加再次强度关山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